第一首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就这一首了，提供跳狗郎送给你们，谢谢。来，双手借我。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一生的希望，不该轻易就永远。 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爱，爱混乱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我永远。 相信天公拢会疼憨人，相信失败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 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谢谢你们，还有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来喽，全场的尖叫声再来一次。感情不要打扮，阮是最。 缓缓，爱是一生的希望，不该轻易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欣赏别人的爱，爱混乱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 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换你们唱，相信天公拢会，相信失败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 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来，要再大声一点！相信天公拢会相信失败我无看不着人。 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 现场所有朋友，谢谢你们！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我们要谢谢老天爷。昨天呢是遇水则发，现在呢就是用你们的热情把太阳叫出来了。再次给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谢谢你们，谢谢。 然后呢，天气比较热一点哦，记得要多补充水分。然后你们有进去那个美术馆去参观了吗？有吗？喜欢吗？喜欢。按那龙林在讲。
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来到了莺歌，来到了我们的新北市美术馆，然后呢，见到大家很幸福。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祝福大家都很快乐。带来这首祝福送给你们，谢谢。接下来呢，我要唱的第3首歌呢，比较可爱一点的歌，我希望大家跟我比这个动作好不好？我的粉丝不用讲，应该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动作了。对，2只手把它举高一下，举高一下，对，然后比个爱心，我看一下，全场一起哦。今年有比的话会赚大钱。嘿，很好。那个没比的，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吗？来哦，1、2、3。
赚大钱之外，是不是要身体健康？好，那呢，嘴巴念2个字，就是比这个爱心加宝贝。来哦，1、2、3。宝贝。那个没比的，是不是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没念的，来再一次，1、2、3。宝贝。谢谢，带来这一首《迷就陪我自己的歌》送给大家，谢谢。谢谢我的粉丝，谢谢你。听说8点就来了，对不对？你都没困哦。阵阵风吹啊吹来南无啊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无的心情，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来哦，双手借我，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今日是有风吹，今日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日日夜夜为你在将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来咯，你是我最爱的。没听到你们的声音呢。你是我最爱的。很棒，给自己掌声，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好，待会手一样继续哦。3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为你化作冬天白花，今日是有风吹，今日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日日夜夜为你在将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来。你是我最爱的，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今日是有风吹，今日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日日夜夜为你在将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最后一次，你是我最爱的。很棒，太棒了！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最后一次，然后让我们的摄影大哥拍久一点。你是我最爱的。来哦，拍久一点，停个5秒吧，5秒，1、2、3、4、5，谢谢你们，谢谢。Hello，胡凯。嗨，你好，你
你好，你好，来。哎，你的宝贝嘛，伤济啊吧？哦，哎，他都是宝贝呢。好感恩的宝贝。真的，而且我刚刚呢，你在唱的时候，我就看一看，台下大家的这个反应什么。我看到有一位姐姐，那个穿橘色衣服、蓝色花纹的那个姐姐，是，你知道吗？好，她有飞吻已经上来了，对不对？哇，姐姐就开始这样，好陶醉哦，然后就会跟着。怎么感觉有点像波比？哎呦！看到你，刚听到你的歌声，就是波比对吧？谢谢。真的，而且台下的反应是这样，后台的反应也不遑多让。怎么了？怎么说？你知道这边明明都是气质美女这样。好漂亮，好帅，是不是？是。拉小提琴的拉小提琴啦，还有单簧管、双簧管，加上了什么长笛，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刚刚变成小粉丝，一直拍，一直疯狂拍啦。哇，台下拍，那边也在拍，都是因为你哎。我的荣幸，对，真的。啊，你之前有讲哦，讲咱唱台语歌的嘛是美术馆哦。对啊。是。像讲唱台语歌的美术馆，我去国外或者是台湾自己本身有的美术馆，是。我大部分都会去。是吼。对。啊，不过这是咱第一届来家对不？哦，第一届咱来家唱歌。我是第一个来家唱歌，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难得的回忆。很难得的经验。啊，我说第一届，跟后边这秘鲁那个很帅哥的就一起来合作，感觉怎样？他们是谁？你们知道吗？是不是有点好奇？我们一起来念他们的名字好不好？好，没问题。他们就是新北市交响乐团。对，哇，欢迎他们。是的，跟他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啊？我跟他们只有踩过2次而已。踩过2次，今天就敢上台这么大阵仗哎！因为呢，他们的那个音乐一演奏出来，就是会给人家有安全感。是。所以呢，时间不用浪费，基本上呢，他们一拉出来就可以唱了。哇，每一个都非常厉害的音乐家，今天要给大家跨界的演出，对不对？是，没错。是。那当然呢，我们要请富凯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还擦个汗，喝口水，因为待会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这一场国家级、国际级的精彩演出，是，好不好？那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喽，先下去一下，啊，蛋姐各位起来，别紧张，好不好？好，因为呢，这个我们的富凯呢，今天会带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但是呢，其实大家的心腹怎么说呢？一位是谢富，一位是许富凯，对不对？是，2位都是大家新北市市民的心腹，因为都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最棒的音乐，最好的场地，在那给大家最棒的多元文化跟艺术生活，对不对？是。那在这边呢，不如今天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来拍个合照好吗？太好了，好，那我们就麦克风来收一下好了哈。来，好，谢谢啊，在这边吗？好，下来一点点，对不对？好，没问题。来，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副市长，还有我们的许富凯，好，来，那我们要请摄影大哥，不好意思，要移驾一下喽，请大家稍等一下好吗？把你们的加油牌，请给它举起来。还有我们刚刚说什么？宝贝，对不对？许富凯的宝贝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就在哪里，好不好？哇，哎，我妈，你是不是也有偷这样子？我妈也有来啦。好，可以吗 ？OK 吗？好，有照片都 OK 吗？好，谢谢，好，好是。那接下来呢？哎，这很难得的机会哦。我们第一次在这边唱歌，对不对？是。啊，你知道他是最重要的那个推手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跟他塞奶一下。他有多高？他就像一个高山一样。我刚刚已经把我的高跟鞋，我本来穿球鞋的，听到我们的谢富要来，立刻换上最高的高跟鞋。够高，下次再买高一点。我肯定要去踩高跷了。OK， 你上一次的那个鞋子呢？哎，那个我先把它冰起来了，冰起来是不是？好，是。下一次更重要，就请他再邀请他，就是让我们再来唱的时候，给他拿出来。是。我们要塞那一下，是不是？之后我们可以常来这边开唱。这边什么挂钩景的人在这边许诺。大家欢不欢迎许富凯继续在我们新北市演出？谢谢。有录影的哦，这是有录影的哦。再大声一点啊！我们的谢富化成
承诺的哦，吼，是不是？希望呢能够多多邀请我们的许富凯来这边再次演唱，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交响乐团已经准备好，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好不好？好，没问题。接下来呢，一起啊！我等下跟你一起，我们到台下再休息，好不好？对，我们去喝咖啡。好，我们等下去喝咖啡。我们手牵手去喝咖啡。OK，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北市交响乐团的最厉害的指挥老师，没错，也是总监，我们一起欢迎他好吗？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的是廖家宏老师，谢谢。是，好，也要谢谢我们的谢建达副市长，掌声鼓励，掌声谢谢。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许富凯，谢谢。好，第一首歌呢，这首歌是非常优雅的一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也都会唱。那待会呢，如果熟悉的话，请你们一起跟我们唱，谢谢。带来这一首《亲密爱人》，谢谢。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摸？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摸？爱
这是我一生中最心烦的时分。再给我们新北市交响乐以及我们的廖指挥老师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谢谢你们，谢谢。很美吧？对，现在又有一点夕阳这样子，感觉微风徐徐吹来，感觉是特别好，对不对？再给我们所有现场的表演者来热情的掌声一下，他们很辛苦。对，谢谢。好，接下来呢？第二首歌刚刚唱的是我们香港的女儿梅艳芳小姐的歌，接着呢要唱的就是我们台湾国宝邓丽君小姐的歌。这一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会唱，我只在乎你，谢谢。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 もしもあなたと会いつ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
爱心爱。一起唱。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还有再一次掌声，我们给我们的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许富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谢谢。哇，真的非常非常悠扬的歌声，我刚刚都觉得是幻术。